佛法讲，在人间救人的人，他就是见性之人。想一想，你们一辈子帮过几个人啊？你们很自私，没有帮助过几个人。一辈子能够帮助别人的人，就是见性之人。见到本性之人，心中无非。因为我们明白这个佛的道理，我们心中无非，我们从来没有是非。没有是非，就会没有烦恼啊。很多人怎么会有烦恼的？因为我认为这个事情我是对的，他是错的。那么接下来你就有是非之心，然后烦恼就来了。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自己是对的，别人也是对的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缘分，没有什么对错。好了，接下来你就心安理得了。